深夜屋企人都瞓咗，電視開住，冇人睇。你坐喺廳望住張飯台，張台依然係4個位，但已經有3年。得返你同太太2個人食飯。所有人都話大半生捱死，退咗休就可以享清福。但對好多人嚟講，清福係一種折磨，因為呢個係你人生第一次真正地迷路。你大半生都好識得解決問題。香港經濟起飛嗰陣，你搏命做嘢，供樓，湊大啲仔女。你習慣將自己異化為一個工具，你係一部供樓嘅機器，你係一張為咗頭家隨傳隨到嘅八達通。你將自己鎖喺一個叫做責任嘅鐵籠入面。你以為只要夠努力，只要你每一步都算得好準，就可以掌控自己同屋企人嘅命運。你確實做到咗，你建立咗一個極度堅固嘅 persona， 亦即係人格面具。一個負責任嘅父親或者母親，一個喺公司裏解決麻煩嘅可靠員工。你將真實嘅自己收埋，換取咗一份安穩，捱過咗97，捱過咗金融風暴，捱過咗無數個 OT 嘅夜晚。但而家呢，仔女大咗，甚至飛咗去半個地球之外，你個胃開始對以前中意食嘅嘢敏感。你發現你引以為傲嘅解決問題能力，忽然之間無用武之地。我喺診症室見過無數咁樣嘅靈魂，不準確啲講，我自己就曾經係其中一個。中年嘅崩潰，從來唔係因為遇到幾大嘅災難，摧毀你嘅係嗰種日復一日無孔不入嘅失控感。有時你會無啦啦發脾氣，茶餐廳個侍應落錯單，或者另一半擺錯咗對鞋嘅位置，你都會扯火。屋企人覺得你變到越嚟越難相處，越嚟越固執。人哋話歲月靜好，你望住自己嗰張提早衰老嘅體檢報告，心諗邊忽靜邊忽好，你連自己個血壓都控制唔到，仲講咩控制人生？其實只有你自己深處微弱嘅聲音，知道你唔係嬲佢哋，你係恐懼。你用發脾氣嚟掩飾你對生活逐漸失控嘅無能為力。你拼命想捉住啲嘢，你想控制仔女嘅決定，你想控制衰老嘅速度，你想控制強積金戶口入面嗰個隨住市況上上落落嘅數字，你甚至想控制自己，叫自己唔好亂諗嘢。但你越用力就越覺得攰。喺分析心理學入面，呢個叫做 ego， 自我嘅傲慢與極限。ego 就像一個企喺船頭嘅船長，佢以為自己可以靠手上一張單薄嘅地圖征服成個深不可測嘅海洋。當暴風雨嚟到，或者當風平浪靜到連一絲風都冇嘅時候，船長嘅咆哮只會顯得無比蒼白。你以為你喺度對抗緊命運，其實你只係一直唔肯原諒嗰個已經無能為力嘅自己。當你望住 WhatsApp 家庭群組，對上一條信息已經係3個星期前仔女喺外國傳嚟嘅一張無關痛癢嘅風景相，你心入面嗰種拿住嘅痛，唔單止係掛住，而係一種深深的無力感。你意識到你曾經用盡全力去保護同建立嘅世界，正在按照佢哋自己嘅軌跡運轉，而你已經唔再係那個世界嘅中心。呢個就係真相。中世紀嘅煉金術入面提煉真金嘅第一步叫做 Nigredo 黑化，所有舊嘅物質必須先腐爛分解，喺最深嘅黑暗入面燃燒，先可以誕生出新嘅形態。你而家感受到嘅焦慮同內耗，就係你靈魂嘅黑化階段。你覺得自己正在失去一切，但事實上係你嗰個過度膨脹嘅控制欲正在死去。呢場死亡係必須嘅。你覺得焦慮唔係因為你做錯咗啲乜嘢，亦唔係因為你不夠好，
相反，係因為你太過習慣去做啲乜嘢，你半世人都在做加法、爭取、保護、積累，但人生下半場嘅任務係做減法，係剝落。當你不再被需要去解決危機，你又係邊個？呢個問題潛伏喺你每一個失眠嘅凌晨，只係以前你太忙到冇時間去聽，直到而家屋企靜到剩低雪櫃運作嘅微弱聲音，你無處可逃。所有人都教你要點樣規劃退休，但從來冇人話你知，當強積金結算單上嗰個數字變成戶口入面一潭唔會再起波瀾嘅死水，你仲剩下啲咩？社會俾咗一個極大嘅幻象，我哋叫做安全感，建立喺控制之上。由你第一日踏入社會做嘢開始，你就被訓練成一個精算師，計住首期要儲幾耐，計住供車要幾多錢，計住仔女入邊間學校最有前途。你深信只要數字喺掌控之中，人生就喺掌控之中。但當你步入60歲甚至更早，呢套公式突然之間失效。每個星期一朝早，你可能慣性地6點半就醒咗，眼光光望住天花板，腦海入面第一時間閃過嘅念頭係今日唔使返工。跟住落嚟嗰一秒，你感受到嘅未必係終於唔使逼地鐵嘅輕鬆，而係一陣強烈嘅心慌。你習慣咗被日程表推住走，習慣咗一返到公司就有人叫你阿哥阿姐，習慣咗被問題同責任塞滿。一旦冇咗呢啲外在嘅框架，你連點樣捱過一個下晝都唔知。你以為自己係因為退咗休、年紀大而變得無能，唔係嘅，摧毀你嘅從來都唔係無能，而係嗰個大半生都用力過度嘅自己。喺我嘅分析心理學體系入面，人嘅心靈分為2大塊，浮喺水面，你睇得見、控制得到嘅叫做 conscious 意識，而隱藏喺深海，龐大到你無法想象嘅叫做 unconscious 無意識。前半生你嘅意識係一個極權嘅暴君，佢靠住死撐，靠住意志力，將所有恐懼、軟弱、對未知嘅不安通通壓抑落去深海。呢個暴君幫你喺現實社會打出一片江山，幫你養大咗啲仔女。但去到人生下半場，深海開始翻滾，你深層嘅無意識已經知道舊嘅生命階段必須結束，自然嘅規律要求你褪下嗰套沉重嘅盔甲，去面對內心真正嘅空虛，去探索一個唔需要靠被利用價值嚟定義嘅自己。但你嘅表層意識唔肯放手，那個暴君依然企喺懸崖邊，揮舞住生鏽嘅劍，大叫住我仲可以控制大局。呢2股力量喺你心入面開戰，呢種撕裂就係你而家感受到嘅極度疲憊同內耗。你瞓唔着，你容易血憎，你覺得唞唔到氣，因為你嘅靈魂正在發生內戰。我們廣東話成日有一句老說話，整定嘅老天自有安排。年輕嗰陣聽見呢句說話，覺得係廢話，係失敗者為自己嘅下台階。因為那時你仲有大把氣力去搶去爭，你相信人定勝天。去到人生嘅秋天，經歷過親人離世，睇住仔女執好行李行入機場禁區，你先至明白人力有時而窮。呢個所謂嘅老天，並唔係坐喺雲端上面操縱命運嘅神明。喺深度心理學嘅維度裏，呢個老天就係你自己，係你內在嗰個宏大嘅遵循大自然生滅規律嘅無意識洪流。當你抗拒呢股洪流，你就係喺度同自己作對。試想像一個起水壩嘅人，佢花咗40年時間喺河道上起咗一座堅不可摧嘅水壩，日夜駐守，
防止洪水泛濫。呢座水壩就係你大半生建立嘅責任同身份。突然有一日，河流改道，河床乾涸咗，但呢個人依然每日企喺壩上面，神經兮兮地修補每一道裂縫，恐懼住根本唔會再嚟嘅洪水。人哋花咗大半生時間建造一個完美嘅退休計劃，然後喺餘生裏困惑，點解每日起身都覺得活得唔似自己？因為你仲守住嗰座已經冇意義嘅水壩，你擔心仔女喺外國適應得唔好，你日日睇住當地嘅新聞，忍唔住喺 WhatsApp 群組度瘋狂轉發資訊，結果換嚟嘅只係已讀不回。你對住自己日漸稀薄嘅頭髮同退化嘅關節發脾氣，買一堆昂貴但冇用嘅保健品，試圖將衰老拒之門外。你依然想做你個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嘅人，但老天也就是你嘅無意識安排嘅劇本，係要你學習無能為力。易經入面講，水流動嘅時候遇到岩石唔會同佢硬碰硬，水會繞過去，順勢而下，最終流入大海。放手，交出方向盤，從來都唔係認輸。承認自己對好多事情已經無能為力，係一種極度需要勇氣嘅智慧。這標誌住你從一個只識得對抗世界嘅戰士，開始轉變成一個能夠包容世界嘅長者。你不是失去了控制，你只是回到了真實。真實就是我們本來就一無所有地來，也必將一無所有地離開。你緊握雙手，裏面咩都冇。你打開雙手，世界就喺你手中。下次當你夜晚黑再因為一種莫名的失控感而驚醒嘅時候，唔好再逼自己去諗聽日要解決咩問題，試下靜靜地坐喺張床度，感受嗰種失控嘅恐懼，由得佢穿過你嘅身體。你唔係一個無用嘅人，你只係終於可以做返一個普通人。730日。呢個數字係華叔個仔一家移民倫敦之後，佢哋個家庭 WhatsApp 群組一家大細由每日閒閒地幾十條信息，變成一個月都未必有一句嘢嘅具體時間。偶然彈出一條 link 係華叔 forward 過去嘅英國防盜指南或者冬季保暖偏方，然後群組再次陷入漫長嘅死寂，隔咗半日先換嚟新抱一個簡單嘅 emoji 回覆。呢種對住空氣講嘢嘅死寂，對好多習慣咗大半生掌控大局嘅香港中年人嚟講，簡直係一種無聲嘅酷刑。你依然好想雙手緊握住人生嘅方向盤，你以為只要你不時提點下，只要你繼續付出，你就可以維持住嗰種被需要嘅狀態。但現實殘酷地話俾你知，你其實已經坐咗喺後座。喺分析心理學嘅框架入面，人生嘅上半場，我哋每個人都無可避免地要建立一副 persona 人格面具。呢張面具係你同社會簽訂嘅一份契約，你答應做一個盡責嘅父親，一個為家庭披荊斬棘嘅母親，一個喺公司裏解決所有爛攤子嘅中堅分子。為咗供甩層樓，為咗儲夠仔女去外國讀書嘅學費，你將真實嘅自己切割，將恐懼同疲倦收埋。獅子山下冇人會同情弱者，所以你逼自己變強，強到一個地步，你甚至愛上咗呢張面具。面具戴得太耐，血肉就同纖維生埋一齊，你以為你就是那個永遠可以解決問題嘅人。但係人生嘅下半場，宇宙嘅法則會發生逆轉。我曾經講過一句說話，我們無法用人生早晨嘅計劃來度過人生嘅下午，因為早晨原本偉大嘅事物，到咗下午會變得微不足道。早晨絕對真實嘅原則，到咗傍晚會變成謊言。老天安排嘅第一場考驗，就係要你親手將呢張引以為傲嘅面具
撕落嚟。呢個將面具剝落，重新尋找內在完整性嘅過程，叫做 individuation 個體化。個體化嘅第一步就係交出方向盤。我見過好多好似華叔咁嘅人，不準確啲講，每一個行入我診症室面臨中年危機嘅靈魂身上都有同一條疤痕。華叔退咗休之後，日日留喺屋企，開始對住啲家私發脾氣。佢會無端端攞把螺絲批將屋企個電視櫃啲門鉸拆咗又裝，裝咗又拆。太太頂唔順鬧佢黐線，佢就扯火，甚至反鎖自己喺房度。華叔唔係真係想整爛個櫃，佢只係恐懼嗰種我已經冇用嘅感覺。佢試圖通過修理一件死物去修理自己逐漸失控，不再被仰望嘅人生。一個人拼命去證明自己仲有用，往往係因為佢靈魂深處已經感覺到自己一無所有。交出方向盤係中年人最難打嘅一場心理戰。你驚一放手，架車就會撞，頭家就會散，你自己嘅價值就會灰飛煙滅。但你有冇諗過，其實架車嘅引擎一早已經熄咗？老天或者說那個宏大嘅無意識已經接管咗一切。臣服從來唔係消極認命，亦唔係軟弱。臣服係一種極度高級嘅心理博弈，係你清醒地看見自己嘅局限，然後優雅地退後一步。當你明白到仔女嘅人生劇本唔再由你做導演，當你接受身體嘅衰退係自然嘅潮汐，你先至會停止同天道對抗。你以為放手會失去一切，但其實你失去嘅只係一副沉重嘅枷鎖。當你唔再夾硬去群組裏刷存在感，當你接受屋企嗰間空出嚟嘅房唔使再填滿啲咩，當你終於肯安靜落嚟，你先會聽到喺你心底裏有另一把微弱但真實嘅聲音，已經等咗你幾十年。熒幕畫面上大約有1.5秒嘅延遲，你摸住部 iPad 嗰塊凍冰冰嘅玻璃，隔住半個地球，聽到個孫喺鏡頭背後用流利但陌生嘅英文同同學傾偈。你望住個仔喺倫敦或者多倫多嘅屋企，窗外射入嚟嘅光線同香港唔同，連背景嗰部抽濕機發出嘅低頻聲，聽落都有一種說不出嘅疏離感。嗰1.5秒嘅時差，好似一塊永遠戳唔破嘅隔膜，明明望得見，但你完全介入唔到。你無法再好似以前咁喺佢發燒嗰陣遞上一杯暖水，或者喺佢唔夠錢使嗰陣靜靜雞塞張紅衫魚落佢銀包。呢種觸摸不到嘅冰冷感，將你逼到去牆角。你大半生堅信有志者事竟成，只要肯做就一定有辦法。但而家面對時區、距離、衰老，仲有大時代嘅無情變遷，你人生第一次深刻地體會到3個字：無能為力。喺分析心理學入面，所有我哋唔願意承認、極力排斥嘅特質，都會被我哋嘅意識無情地流放到心靈最深處嘅暗格，我哋稱之為 shadow 陰影。獅子山下長大嘅呢一代人，你哋嘅陰影入面裝住啲咩？唔係道德上嘅邪惡，你哋嘅陰影入面塞滿咗軟弱、無用、停滯同埋衰老。你哋喺一個手停口停嘅年代打拼，大半生都被社會同生存壓力教育唔可以認輸，唔可以做廢人。所以你將那個疲憊嘅、極度渴望被照顧嘅、對未來感到束手無策嘅自己，死死地鎖喺陰影入面。你唔准佢出聲，你甚至對自己嘅軟弱感到羞恥。但陰影係有重量嘅，而且有強大嘅生命力。你越壓抑佢，佢就越會喺你最脆弱嘅時候反咬你一啖。點解你睇到自己多咗條白頭髮會莫名其妙咁心慌？
點解對住另一半一句無心之失嘅嘮叨，你會突然發咁大脾氣？點解你總係要喺 WhatsApp 群組度挑剔後生仔嘅決定？因為你內心深處嗰隻被囚禁嘅野獸喺度咆哮，佢好驚被人遺棄。治癒唔係變得快樂，治癒是有能力同時承載光明與黑暗，而不被任何一方吞噬。古希臘神話裏面有一個半人半馬嘅神醫，叫做海龍 Chiron， 佢精通所有醫術，喺大地上醫好過無數偉大嘅英雄，但偏偏佢醫唔好自己身上嗰支沾滿九頭蛇毒血嘅毒箭。佢擁有神嘅血統，擁有永恆嘅生命，但呢個恩賜同時變成咗最殘酷嘅詛咒，意味住佢要永遠承受嗰種撕心裂肺嘅痛楚，無法痊愈，亦無法死去。好多中年人就係嗰個受咗重傷嘅神醫。你哋曾經撐起過成個家族，照顧好所有人，但面對自己靈魂深處嘅空洞同衰老嘅痛苦，你哋束手無策。海龍最後點樣得到解脫？佢選擇放棄永恆嘅生命，用自己嘅不死之身去交換普羅米修斯嘅自由。佢選擇接受死亡，接受自己嘅殘缺同極限。就喺佢自願步入黑暗，承認自己無法戰勝宿命嗰一刻，痛苦停止咗佢被升上天空，成為咗人馬座。這是一個古老而深刻嘅隱喻。接納陰影，直面自己嘅無能為力，就係你人生下半場要走嘅海龍之路。人總係有一種錯覺，以為變得更好就係要將所有缺點消滅。但人類靈魂嘅完整性從來唔係靠剔除黑暗嚟實現，而係靠擁抱黑暗。我曾經講過，人唔係靠想象一道光嚟獲得覺醒，而係靠看清黑暗先至能夠醒過來。當你不再將無用視為一種罪惡，你先至會發現無用其實係一種極大嘅自由。一張必須承重嘅凳係冇自由㗎。當佢唔再需要承托任何重量，佢先可以純粹地做一塊木頭。你嘅無能為力唔係命運對你嘅懲罰，而係老天俾你嘅一份禮物，一份將你從永無止境嘅責任中釋放出來嘅禮物。你唔需要勉強自己去學後生仔玩啲咩新科技，去證明自己仲未脫節。你唔需要逼自己表現得好開通，好享受獨居嘅清靜。當你發覺膝頭哥痛到行唔到太平山頂，當你發現自己真係聽唔明個仔喺電話度講嘅外國稅務問題，試下對住自己坦然咁講一句：我都唔識，我都老啦。呢句話講出口嗰一刻，你以為個天會跌落嚟，結果冇。屋企依然好靜，鐘擺依然喺度滴答滴答，但你只係感覺到肩膀上嗰座壓咗你幾十年嘅大山，無聲無息咁碎咗一地。接下來一堂課，當你不再掙扎，我哋睇睇會有咩奇蹟發生。第5節課，第3重覺醒。當你停止掙扎，所謂的好運才會敲門。1913年秋天，我38歲。嗰一年，我差啲入咗精神病院。我同一直視我為接班人嘅恩師弗洛伊德決裂。我失去咗學術界嘅地位，失去咗朋友，甚至連睇症嘅能力都失去埋。我每日下晝獨自坐喺蘇黎世湖邊，好似一個幾歲大嘅細路咁，執起泥灘上嘅石頭，無意識地疊成一座又一座小城堡。我當時以為自己癲咗，唔係形容詞，係醫學意義上嘅精神崩潰。我眼前不斷出現歐洲被鮮血淹沒嘅幻象，我耳邊聽到死者嘅呼喚，我完全控制唔到自己嘅大腦。面對呢種徹底嘅失控，我冇去食藥，亦冇夾硬逼自己振作起來。
我做咗一個喺外人眼中極度荒謬嘅決定，我放棄抵抗，我任由自己跌入無意識嘅深淵。我喺書房度點起蠟燭，將腦海入面所有可怕嘅幻象、夢魘，一筆一筆畫落一本紅皮書入面。我寫紅書唔係因為我餓到答案，是因為我深陷黑暗，需要一盞燈。寫作就是嗰盞燈。點解我要同你講呢段極度私密嘅往事？因為我見到而家坐喺熒幕前嘅你，正處於同我當年極為相似嘅掙扎之中。當你覺得人生下半場頭頭碰着黑，仔女唔聽話，身體毛病浮現，股票同強積金縮水，連去街市買棵菜都好似俾人呃。你覺得自己好黑，人憎，運氣極差。你可能會去黃大仙求支簽，或者喺屋企擺個風水陣，甚至去買啲開光玉石，祈求老天爺俾翻啲好運你，幫你扭轉乾坤。但你慢慢發覺，你越係焦慮地渴求好運，生活就越係同你作對。喺分析心理學入面，有一種現象叫做 synchronicity 共時性。簡單嚟講，就係當你內心嘅心理狀態同外在發生的客觀事件產生咗一種冇因果關係，但意義上極度吻合嘅巧合。好多人將呢種現象通俗地稱之為奇蹟或者好運，但共時性嘅奇蹟從來都唔會降臨喺一個充滿控制欲嘅人身上。當你滿腦子都係焦慮，滿腦子都係我一定要個仔喺英國買到樓，我一定要自己血壓降翻去正常值嘅時候，你散發出嚟嘅磁場係極度封閉而緊繃嘅。你嘅 ego 自我好似一埲密不透風嘅鐵牆，佔據咗所有空間。老天爺就算想縮份禮物俾你，都救唔到一絲罅隙。你回想下自己嘅大半生，你人生中最好嘅運氣，或者最柳暗花明嘅轉折點，係咪通常發生喺你打定輸數、徹底放手嗰一刻？我有個香港嘅病人，成日為咗個女喺加拿大解唔到份長工而嚴重失眠。佢日日上網幫個女招聘資訊，然後 forward 過去。兩母女為此隔住個太平洋鬧咗無數次大交，直到有一日佢膽結石發作，痛到即刻入咗醫院做手術。喺病床上面醒返嗰刻，佢望住天花板上慘白嘅光管，突然覺得好攰。佢真正地放棄咗去管個女。佢拎起手機，只係打咗一句說話：阿女，阿媽老啦，顧唔到你咁多，你自己保重。奇妙嘅事情發生咗，2個星期之後，個女不僅緊到份大公司嘅職位，仲主動打視像返嚟，同佢有講有笑，傾咗成個鐘頭。呢個就係共時性。當你停止用表層嘅意識去死撐，你心靈深處最核心嘅力量 self 自性，先至會慢慢浮現。自性代表住你人格嘅整體，佢包含了光明與黑暗、意識與無意識，佢同大自然生生不息嘅節奏係完全同步嘅。當你放下控制欲，你嘅內在世界同外在世界達成咗和解，你唔再係一艘逆流而上、隨時會翻沉嘅孤舟，你變成了河流本身。運氣從來唔係求翻嚟嘅。當你放低緊握嘅拳頭，你嘅掌心先至可以接住跌落嚟嘅樹葉。你所謂嘅接住老天安排嘅好運，其實只係你終於放過咗自己，你終於准許生命按照佢原本應該有嘅節奏同軌跡去發生。唔好再去追問個結果係好定壞。因為喺老天嘅劇本入面，一切發生嘅事都有佢最深邃嘅意義，而你唯一要準備嘅就係安靜落嚟去迎接呢份未知。清晨7點半，茶餐廳角落嗰張卡位，
伙計擺低一杯熱奶茶，白煙裊裊升起。佢抹住台，隨口問咗句：阿嫂，今日冇一齊落嚟啊？你望住對面嗰個吉咗嘅位，點點頭，冇出聲。杯奶茶嘅熱力隔住隻口玻璃杯傳到掌心，但你個心突然覺得有啲空。老天安排嘅最後一課，往往就係要我哋學識同一種不完整共存。前半生你不斷將身邊嘅座位填滿，伴侶、仔女、下屬、朋友，你習慣咗熱鬧，習慣咗做嗰個揸 fit 人，習慣咗用被需要嚟確認自己嘅存在。但係去到人生嘅秋天，啲人會逐個落車，屋企間房空咗，飯台嘅碗筷少咗，連電話響嘅次數都少咗，社會嘅聚光燈移走咗，你由舞台中央退到去布幕後面。好多人覺得呢啲係失去，其實呢啲係空間，係老天你內心深處嗰股龐大而深邃嘅無意識，夾硬清空你身邊嘅雜音，逼你終於要同一個人獨處。嗰個人就係你自己。一個大半生都為咗責任而活嘅人，突然面對完全屬於自己嘅空白時間，第一反應一定係恐懼。你會想講啲嘢去塞滿佢，報好多無謂嘅興趣班，瘋狂炒股，甚至日日落公園捉棋，試圖重建一種新嘅忙碌。你驚一停低就會俾世界遺忘。但其實你可唔可以容許自己就咁樣靜靜地坐喺度，咩都唔做？你帶住大半生嘅傷痕同疲憊行到今日，唔通就係為咗喺餘生繼續做一個頻頻撲撲嘅有用之軀？容許自己發下牛腸，容許自己喺下晝3點鐘對住部冇色嘅電視機瞓着，容許自己對仔女嘅決定袖手旁觀。人哋花咗大半生時間去追趕一個明確嘅目的地，去到尾先發現人生最大嘅奢侈，原來係可以名正言順咁迷路。唔好再逼自己去諗我仲有咩用。一塊落葉跌落河面，佢唔需要問自己有咩用，佢只需要順住水流去經歷河水嘅溫度同風嘅形狀。當你卸低身上嗰件叫做控制嘅鐵紗衣，你先會發現，原來你一直喺度對抗緊嘅嗰股洪流，正正就係可以將你輕輕托起嘅浮力。治癒從來都唔係發生喺你戰勝命運嗰一刻，而係發生喺你終於放低武器，對住空蕩蕩嘅客廳嘆一口氣，然後決定原諒自己嘅那一秒。聽朝早起身，如果又係得返你自己一個，試下唔好急住開住部收音機去填補啲聲，就咁行去窗邊，拉開窗簾睇下出面。天光啦，而今日你終於唔需要為任何人去解決任何問題。